这方面要赶紧来关心总统蔡英文今日下午落南到高雄来参加中信造船公司高顶厂海洋委员会军南高船典礼，敢有详细的回应？咱赶紧来听看卖。我觉得这个事件显现出来，就是我们现在资讯的释出很多都没有经过查证有时候也有刻意的误导那这些都是我们不乐见的事情那在这里我倒是要说一下这个关系大阪办事处的事件我们应该以一个更严肃的心情来面对我们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确实是一个境外的假讯息那么造成了我们国内的很多的不同的说法但是在第一个时间对我们的外交人员以及我们的办事处的同仁的攻击都主要的还是来自于国民党的党团跟立委那还有少数的这个特定的这个名嘴那我想我们这些事情在司法跟媒体的报道上面也都厘清了所以我觉得这整个事情呢，我们真的不要无限上纲也不要回避我们这个事情的本质在哪里那让台湾的社会在这件事情上回归理性。总统现在此时此刻就是台北有一些党委对不对去冲外交部，说不排除如果不让他们进去交线，如果不出来回应的话，他们开始冲进去，你有什么回应？我刚才已经讲过，这些事情要回归理性了，不要再过度的做这个选举或者是政治的操作，对我们很勤奋工作的外交人员来讲是一个不公平的。这边。总统，我想问一下，因为您昨天说你不认识杨惠如，被网友翻出在2008年的时候，你们有一张合照，还有报道他的口后，然后包含还有在2014年的时候，在脸书也有接受他所谓的冰河挑战的回应，但您这个2008年是刚做主席的事情，不过这几年来我在很多的群众场所里面跟很多人合影而且也在游行当中有很多人民群众跟我互动这都是经常发生的事情。这也并不代表说我对每一个人都认得，或者是每一个人我都熟识那我要再讲一遍对于杨惠如那我确实没有私人的交情，也没有这个交往的这个事实。他有2架美国的 B-5大舰首次进入了台北的北航情报区，这个是在回应中共绕台吗？会让国防部跟国防部有没有绕？所有的在台海周边的这个军事的行动我们的国防部跟我们的军方都有全面的掌控那我们也随时都会来判读这一些军事的行动的这个意图等等那我要讲的是说，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总统想问一下，那个谢龙介在节目上面说，他说如果韩国瑜没有赢90万票的话，那他要发900份清单。因为这个时候讲这种你要插足的事情是对的。这件事情我要评论吗？我想这样讲好了，我们的台湾的民主还有我们的选举不能用鸡排来决定的，不是吗？好，谢谢大家，谢谢了。因为您最近好像回来高雄的台北高雄比较关心高雄。高雄其实还是一个大都会这里发生的很多的事情其实跟中央政府也是很有关系的那当然我们也会到地方来了解我们地方所需要的这个协助那我们现在中央在这里进行的大型的计划其实是蛮多，包括我们桥头科学园区还有今天的国建国造其实是很重要的事情。那接下来主要还是为了国建国造的事情附带说明一下刚才讲的这个什么在脸书上的互动，那个我的脸书跟很多人互动真的不需要做这个过度的想象。总统知道那个周志也有跟杨惠如合照，也被机长揭发出来这件事情，这是打脸吗？总统为什么叹气？我觉得这件事情，我相信台湾的民众是有足够的理性来判断。好，谢谢大家，谢谢。走这边。草包，你知道吗？谢谢。